新聞頭起先來看副總統蕭美琴今仔日出發去訪問咱的邦交國帛琉，是伊就任到今頭一屆訪問友邦。而且在行程的當中，蕭副總統佮暗算要親身體驗帛琉上界出名的活動，也就是唱水，展現兩國情誼。今天是帛絨專案正式啟動的日子，那也是我擔任副總統以來第一次率團出訪我們的邦交國。副總統蕭美琴找了正式帶團出訪友邦帛琉，啟動為期5日的帛營專案，負起深化代表前期協助推廣帛琉觀光，見證兩國合作成果3大任務。根據了解，蕭美琴有計找7透早到洛克群島南方內海、甲貝里琉島等自然甲歷史景觀，也會到會所前佇大斷層體驗各種鋪場。7月正式拜會會所前，要應邀佇國會發表演說，提到參訪帛琉國家水產中心、5月份保育中心行程最後一日測試。會到隨團啉茶，出席午宴，視察駐帛琉大使館，有計尾仔回國。台灣 LV 之稱的這個咖喱碟，它不管是弄濕或者是裡面沾到沙子，都是很好處理的。會素人總統希望要帶我下水，這件也是我好不容易找到，也是 MIT 台灣製造的。出發前一日，蕭美琴也佇社群平台開箱專討 MIT 創美裝備，這毋但是頭一擺有咱國副總統出訪期間親自落水創美，也要展現代表雙方的緊密情誼。同款是太平洋島國所羅門群島佇2019年強行宣布甲咱國斷交，隨即轉向甲中國建交，而佇2022年簽訂保密安全協議，引起澳洲甲美國的關切。中國為拄當選的蘇國新任總理瓦爾，佇6月初3表示會重新檢討，甚至透露有一寡保密內容。是一直到訪問澳洲前一刻才看到。I've been praying and fasting about it, but of course, Cabinet will need to have a look at these things. We are going to be reviewing, as we are reviewing other security agreements that we have with many other countries. Very clearly, we want Australia to be the security partner of choice in our region, and we want the Pacific family to look after our security in this region. 美國甲澳洲煩惱中所的保密安全協議，恐驚互強軍上駐南台。為着反制，澳洲總理艾班尼斯表示，澳洲蘇國也會開始進行制定一項全面性的新條約，深化經貿合作。中國外交部只講，中蘇兩國是互相尊重的全面戰略夥伴，無正面的回應。記者綜合報道。